我不是死了吗？谁这么下作，连尸体都不放过？他在亲我，手伸进来了。放肆！滚开！妹夫，他不是也死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会抱在一起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百战将军宁国公世子以身殉国，着命次子袭爵。其妻沈桑宁封宁国公夫人，并赐一品诰命，钦此。诰命夫人本该是我的，我费尽心思跟你换嫁，却不料世子裴如眼早死，而你家裴彻这个纨绔，居然能当上诰命夫人。原来我重生了，妹夫，我居然回到了出嫁的那一晚，可这次为何没有换妻？是我弄疼了你，还是你不愿嫁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不该是沈妙仪嫁给你吗？你既不愿嫁，大可一早拒绝，用不着拿别人来恶心我。小姐，世子怎么黑着脸走了？是不是洞房夜闹了不快？子玲，这些日子沈妙仪有什么变化？二小姐先前确实天天哭丧着脸，说裴二公子只是个闲散宗室，没爵位没实权，嫁过去要吃苦头，还跟夫人闹过好几次退婚呢。可半月前不知怎的，突然就想通了。出嫁前几天还特意裁了好几套新衣裳，嘴角就没下来过，开开心心的。看来她也重生了，还比我早半个月。她如今愿意嫁给老二裴彻，无非是笃定她日后会成为权臣。等裴如颜死了，裴彻继承爵位，她还能当诰命夫人。难怪她没像上辈子那样哭求着换亲。可惜她不知道，上辈子裴彻就是一个纨绔，是在我精心调教下才功成名就。小姐，您和姑爷已经圆房了。那是我咬的。对啊，若我能给裴如颜诞下子嗣，即使他日后死了，爵位也只会传给我们的孩子，绝落不到别人手中。小姐，男人在床上最要面子，这又是洞房夜，难怪世子那么生气。小姐去哪儿？去给夫君道歉，顺便跟他圆房。我得赶在裴如烟离世前诞下子嗣，后半生也就安枕无忧了。夫君，饮酒伤身。咬人时倒不怕伤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上药。你若还气，我让你咬回来就是。沈桑宁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生孩子。
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有2副面孔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你把我当什么？自然是夫君啊。你心悦我吗？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吗？唯有两情相悦，方能诞育其子。我裴如也是不会随便跟人生孩子的。哪里随便了？我们是夫妻，本就该生孩子啊。夜深了，我还有公务要忙，等你想明白了再来吧。上一世裴如言也是一心公务，直到死时，沈妙仪都没怀上一儿半女。可我又不是她。我陪着夫君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们再生。等你忙完了，我们再生。你愿意等就等吧。夫妻当然要生孩子啊。我年少时便喜欢上你，如今终于娶到你，可你却只想跟我例行公事。在你爱上我之前，我不会入你院的。小姐，世子呢？早就上朝去了，还特意嘱咐奴婢不要打扰你睡觉呢。小姐，你们昨晚到底有没有圆房啊？任重道远啊。对了，什么时辰了？卯时了，得去给老夫人敬茶了。差点忘了这事儿，昨晚的贞洁帕还没扔吧？没扔，正在院子里晾着呢。你洗了？是呀，血迹可不好洗了，奴婢用皂荚搓好几遍都没洗干净呢。前世沈妙仪就因贞洁帕没落红，受了好大一顿罚，现在轮到我身上了。小姐，真是怕人笨又贫快，快去拿下来呀！今天能不能活着，全指望他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等等我啊！母亲，请喝茶。母亲恕罪，儿媳来迟了。既知是敬茶的日子，为何还迟了？母亲息怒，昨夜二爷把我累着了，今早险些起不来身。沈桑宁昨晚肯定没圆房，前世我没跟裴如简圆房，因贞洁趴一事吃了好大的亏，这回也该轮到你了。还是世子疼惜姐姐，听说书房的烛火一夜未灭，想来应是看了一夜的书吧。老太婆最看重子嗣，沈苍宁，一会儿我看你怎么应付。什么？你们没圆房？母亲息怒，我和世子圆过房了。姐姐这般心虚，想来是在撒谎。不如母亲去检查一下姐姐的贞洁帕有没有圆房，一看便知。来人，去世子院中取帕子。是儿媳的错，是帕子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般胡闹？母亲，咱们国公府可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这事若传出去，不得被人笑话死。那依你看，该怎么罚？褪去外衣，杖责50，好让姐姐牢牢记住这次教训。妹妹好狠心啊！杖责50，轻则胫骨俱废，重则断腿。可若是妹妹犯了搬弄是非的错，又当如何？书房的灯亮了一夜是事实，我若欺骗母亲，愿双倍受罚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母亲，新婚夜不圆床本就是大忌，如今姐姐又在母亲面前扯谎，不罚狠些怎能服众？沈妙仪，你我姐妹，本不愿与你计较，可你心思歹毒，执迷不悟。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
母亲，儿媳原不想这房中密事被他人看到，所以才一早让丫鬟洗了帕子，不成想庙仪步步紧逼，只好请母亲主持公道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刚入门就搬弄是非，是想闹得我宁国公府家宅不宁吗？母亲，你虽是季氏所出，却也是我宁国公府明媒正娶的二少夫人，如此捕风捉影，成何体统？可是明明世子书房的灯亮了一夜，怎么可能圆房？弟妹何故这般关心我夫妻的房事？昨夜我的确因公务去了书房，至于为何亮了一夜的灯，那是因为桑宁去帮我研磨，儿子情难自已，便与他缠绵了一夜。儿子血气方刚，可他身子弱，承受不住晕过去了，对吧，夫人？对吧，夫人？我都是做过宁国公夫人的人了，怎么听到这种混话还会害臊？上辈子裴如眼他连碰都不肯碰我，今凭什么跟沈桑宁情难自止？沈桑宁，你这个贱人，到底怎么蛊惑勾引他破身的？老二媳妇儿，你可知错？母亲息怒，儿媳也是关心则乱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我向姐姐道歉。暂且低个头糊弄过去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日后定要让沈藏宁付出代价。道歉？我宁国公府素来规矩森严，若犯了错不受罚，传出去落下一个治家不严的名声。他今日之失，亦是承安伯府家教不严。作为长姐，你来说说该怎么罚？婆母这是考验我呢，若罚得重了，显得我不念亲情；若罚得轻，往后难以主持中废大局。罢了，他在家中掐仙要强惯了，出来公国府还未习惯规矩，日后调教便是。今日便罚妹妹掌手10下，再抄写《道德经》10遍，以正其行，静其心。好你个贱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竟在老太婆面前给我上眼药。沈桑宁，你敢！你如此对我，等回门之日，我定会一五一十告诉爹爹，让他为我做主。把手伸出来。你不说我还差点忘记了，上辈子你仗着我母亲早逝，没少欺负我，与我换婚后，回门当天盯上我的嫁妆，桩桩件件，这辈子你都要还回来。你别得意太早，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方才多谢夫君出言袒护。我为何要袒护一个咬伤我的人？小气鬼，居然还没消气！我只是不想有人把手伸得太长。你是我的世子夫人，对你不敬，就是打我的脸，仅此而已。可还有其他要说的，比如过几日是否陪你一起回门？上辈子他就没陪沈妙龄回门，那他现在应该是在暗示我他不想去吧？也好，他不去正方便我行事。上辈子沈妙仪回门联合姨娘吞骗我嫁妆，这一次定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你忙你的公务便是，我自己回门就行。夫人还真是深明大义。怎么阴晴不定的？刚才不是挺和谐吗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还未进门就听到你在狼嚎，叫的还不如醉香楼的女人好听。你死哪儿去了？沈桑宁都有人撑腰，你若能及时赶到，我也不至于被罚。我这不是去读书了吗？别读了，你日后可是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还是早些弃文从武吧。妇人之见，我虽有点功夫，但想要当将军，可得往兵洋里砸不少钱呢。对了，沈桑宁16岁起就经营着不少铺子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看来上一世他就是用那些钱给裴彻填的窟窿，才让他一步步爬上去的。这有什么难？我做生意养你。哼，就你不败家就不错了。再说，做生意需要本钱，你有吗？我是没有，但我有法子。回门那时，
我一定让他把钱都吐出来。见过岳父岳母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姑爷费心了，这才是女儿女婿回门的礼数。一会儿定要好好奖赏一番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桑宁呢？怎么没和你们一起？姐姐她啊，自从嫁给世子，便拿起了世子夫人的大派将，一点也不看重姐妹感情。智商是姐姐打的，爹爹，你要为女儿做主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待会儿我要好好问问。这些箱子放在院子就行。我就知道裴如烟不可能跟他回门。姐姐，世子怎么没来？看来姐姐是为搂住世子的心啊，拼命拿金银财宝充门面呢。哪是充门面啊，这是给咱们送厚礼呢。正好，这些钱都会是我的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帮世子夫人将这些箱子抬到库房去？不用，就放这儿吧。何意？回门里哪有不放进库房的道理？你难不成还想再抬回去？猜对了，放这里确实方便待会儿带回去。来人，把箱子打开。你空手回门，是想故意羞辱你父亲，让伯父沦为笑柄吗？我看他不只是空手回，还想吃娘家血肉，榨干我们才甘心。恭喜你，又猜对了。我娘生前给我留了一份嫁妆，清单都在这儿，今日咱们就一笔对个明白。娘花费无数银钱才让沈一科考入仕，谁成想他发达后立即变了嘴脸。原配怀孕不到4个月，便领着姨娘进门，二人几乎将娘的嫁妆挥霍殆尽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你们1文钱也别想再占。这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这个不孝女，眼里只有钱财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的。沈桑宁，你都是世子夫人了，要什么没有？为什么还算计着娘家的东西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罢了。当年母亲病逝，我年幼，嫁妆不得已才由您保管的。如今我已出嫁，理应拿回，难不成父亲还想私吞？闭嘴！长嫂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原本我不该插嘴。那就闭嘴。爹爹，你也看到了，姐姐不念亲情也就算了，如今回门公开忤逆父母，连姑爷都不看在眼里。如果不好好教训，让他尝尝切肤之痛，只怕以后再也管不住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妙姨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这逆女，一朝成了世子夫人，就开始无法无天，在家从父，这自古以来的道理都忘光了。今天好好教教你。来人，给我关门，请家法。老爷的话都没听到吗？还不快来人！小姐，怎么办？太好了，趁今天直接把他打死，外人也只会说是他忤逆不孝在先。沈桑宁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的了。小姐，怎么办？就知道他们不会把嫁妆交出来，可我那40多年也不是白活的。沈府下人手持凶器，围攻世子夫人，统统拿下！怎会如此？裴如幻这一世竟然来了！你怎么来了？
来给你撑场面。看，拼气势吗？打手哪有侍卫好用？是他先对长辈不敬，我们只是稍加管教罢了。这棍杖在手，是稍加管教吗？再者，我裴如言的夫人，谁给你胆子管教她？世子言重了，都是误会。桑宁啊，是爹爹糊涂，我这就让人去清点嫁妆。爹，难道就这样放过沈桑宁吗？闭嘴！裴世子是御前红人，你想让我丢师徒不成？沈桑宁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上辈子他何曾这般护过我？外头风大，进屋吧。我想先去卧房祭拜一下我娘。卧房？岳母的灵位不在祠堂？这不是桑宁他娘出身商贾吗？特许他的牌位安置在桑宁卧房里，也好让桑宁尽孝。子玲，去将岳母牌位请来。岳父深情厚谊，今日便让他带领众人一起给岳母磕头谢恩。岳父大人，请吧。你疯了！快让岳父岳母跪下吧！兄长的话谁敢违逆？娘，这一世，女儿好像嫁了个很好的人，您可以安心了。有了母亲留下的这些钱，开一间成衣铺，绰绰有余了。为何这么想开铺子？娘，裙子又让树枝勾破了。不怕，破了娘给你缝。我们宁宁只管淘气，有娘在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会来？我与岳父在朝堂上见过几次，知道他的为人。不过还好我来了，否则还不知你今日能否全身而退。是啊，钱财只能傍身，想要压得住人心，还是要承袭爵位。既然他是正人君子，那只好用点非常手段了。天冷了，我炖了中参汤，给你暖暖身子。我拿来公务就喝。一会儿该凉了，汤里放了秦药，再不喝就要露馅了。好，这还是你第一次为我熬汤，我现在就喝。怎么了？不合口味吗？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书架上有个锦盒，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去拿过来吧。我想要的？你看了就知道。这是东市铺面的契书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几日见子玲在东市打听行情，我猜你想把铺子开在哪儿，
所以干脆给你租了间地段最好的。租子不便宜吧？你放心，我赚到第一笔钱后，定会如数还你。我们是夫妻，要算这么清，互相关心是应该的。他处处为我着想，我还这么算计他。唉，这人怎么净做些让人良心难安的举动？别心软，更别心动，他活不长的。你只需生下孩子，替他守住爵位，便算报答。药效这么快就发作了。桑宁，我突然有些不舒服。我扶你躺下。好热，好难受，喘不上气了。别急，我帮你解开。怎么回事？裴如言，裴如言！来人！快来人啊！世子吃莲子了。汤里确实放了莲子粉，难道他对莲子过敏？是，严重是喉头水肿，会窒息而亡的。药喂不进去。完了完了，情药还没发作，先来个过敏，该不会真死在我手里吧？我来。这是哪个药起作用了？还是都起作用了？怎么，吓到了？方才不是很大胆吗？你可有哪里不舒服？能看清这是几吗？你是担心我过敏没死成，还是怕药下太少，我不跟你继续圆房？你知道汤里有药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装的，那你刚才亲我，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趁人之危。也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究竟是子嗣重要，还是我更重要？好个裴如言，竟这般有心计，幸好我不是禽兽。桑宁，若我不愿，你下再猛的药也没用；若你情我愿，又何须用药？这话你可明白？难道他想跟我情投意合？可你命那么短，若是两情相悦，到头来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世子，您吩咐的事已办妥。你还有公务啊？那你忙，我们找机会再聊。并非公务，走，跟我去见母亲。
你要接桑宁王母的牌位，入我裴氏祠堂？是，还请母亲成全。简直是胡闹！从古至今，从未有过这种规矩。母亲常年礼佛，即能寺中请佛牌回家，为何不能请岳母牌位入此？荒唐！请入佛牌是积功德，你岳母又是什么人？岳母曾出钱修缮过慈安寺，母亲如今跪拜的那座大雄宝殿，便是她捐的。慈安寺，原来那天就师父计划好。岳母的牌位放在长安伯府，终是冷清。我想先将她迁去城外的慈安寺，待时机合宜再做打算。为何要去那儿？那边风水好，这就好。慈安寺如今香火兴盛，方丈都说岳母是大功德主，至今供奉着牌位。母亲礼佛半生，功德主就在眼前，若阻拦，岂非自断佛缘？又是租铺子，又是记挂着母亲的牌位，我的每句话在他这里都有着落。祠堂西侧还有一间空龛，择个吉日请进来吧。谢母亲成全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我既为你们积了一桩功德，你们是否也该替我做件善事？带上来吧。沈雨落，上一世父亲就曾把他塞给裴如言做妾。雨落见过世子，见过姐姐。咱们府上子嗣一直单薄，正巧承安伯府将雨落送了来，姐妹同室一夫，也算佳话。母亲，儿子成婚不足1月，此时纳妾，于理不合。正因你公务缠身，才不能将子嗣重任压在桑宁一人身上。母亲也是为整个家族着想，毕竟开枝散叶是后宅当务之急。雨落妹妹最是温驯本分，姐姐这样大度的人不会容不下她吧？可不只是本分，还学了很多伺候人的花招。沈桑宁，等沈雨落勾的裴如眼厌弃你，我看你还怎么得意。到时候你无法在侯府立足，诰命自然就是我的。夫君日夜忙于公务，只怕会冷落了雨落，不如让二弟纳了吧。姐姐说哪里话？长幼有序，兄长还未纳妾，做弟弟的怎能先占这个名分？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裴家没有规矩？母亲，儿媳不是那等善妒之人，若是能为裴家添丁尖口，儿媳高兴还来不及。若非怕二爷被传闲话，儿媳断不会像姐姐这般得罪自个。上一世你把沈雨落打得半死，这一世要引起大动来了。你也配肖想世子？就算给我10万个胆，雨落也不敢跟二姐姐争宠啊！你是在嘲笑我生不出孩子吗？好个小贱种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妙仪所言句句在理，顾及规矩是应当的。母亲方才成全了你一桩心愿，你总不忍叫我失望吧？母亲思虑周全，儿媳于世子自当听从母亲安排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你做这么多，你为何还把我往外推？缓兵之计而已，你先应下，我自有。还需我应？夫人不是已经替我做主了？
儿子这几日要去慈安寺请回岳母牌位，纳妾一事全交给母亲了。母亲最忌讳后宅争风吃醋，沈妙仪那几句话是故意给我下套呢。别忘了自己的任务，做不好，这辈子也别想见你弟弟。钱和诰命我都要，谁也别想拦着我。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何总是跟我对着干？他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世子夫人想跟您生米煮成熟饭，是您自己不乐意啊。那能一样吗？我有我的理由。那世子夫人兴许也有自己的考量呢。那便想个法子，让他亲口告诉我。这裙子穿你身上，倒比我预想的好看。谢姐姐厚爱，只是总让姐姐破费，心中实在不安。不如姐姐让我去铺子里帮忙吧。原来沈妙仪送她来，不只为后宅，从人到钱再到生意，他们是一处一处都算好了。自家姐妹，何须见外？我的就是你的，只是我这铺子还没落定，手头也紧呢。你现在的任务是让世子看上你，生意的事儿不急。可是世子风雅，尤其欣赏善歌舞的女子。我今儿带你来花园，便是为这个。妹妹不用学，我们还是……我记得你从前在府上，舞技是请过师傅正经教的，快跳一支我瞧瞧，也好替你参谋参谋。奏乐。算计我，沈妙仪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上辈子你没做成世子的妾，转头便与裴彻暗通馆曲。丑事败露之际，你跪在我面前哭求，是我拿银子压了下去，保了你和沈家的颜面。大姐姐，求你救救我！若此事传出去，我就活不成了，沈家也会蒙羞啊！拿去吧，尽快离开裴府，往后莫要再行糊涂事。可如今我已不是裴畅的妻子，不必替你遮掩，更不必忍，甚至期待能闹得再大些。小姐，二公子快要回府了，时候正好。妹妹先练着，我有事要去处理下。曲子莫停，声音再大些。裴彻惯爱听曲，又岂会错过？二小姐每天都在这儿守着二公子回府，说是伉俪情深，实则是怕二公子多瞧哪个丫头一眼。给他人夫君大方塞妾，自己院里却看得见，这般恶心人，就别怪我替天行道了。都怪雨落耽误了时辰，那柳烟巷的铺面恐怕要被抢空了，我们脚步得快点。柳烟巷是城西最繁华的街道，他想把铺面开在那里。有我在，你想都别想。可裴彻就要回来了，万一那个小蹄子趁我不在勾引他……罢了，现在抢走沈桑宁的生意更重要，一下午时间也出不了幺蛾子。夫人有事出去了，二少爷是否要等夫人回来一起用膳？不用等她，你去准备吧。
这衣裳是长嫂。没想到他平日端方，私下里竟有如此风情万种的一面。你是新来的丫头，竟生得这般花容月貌，奇怪，我怎么觉得在哪里见过你？二姐夫，我是雨落，不是丫头，是承安伯府送来给世子殿下问安的。哦，给我兄长问安，那可是见过我兄长了。我那兄长是个不精情的，倒不如跟了我，爷最会疼。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叫你笼络世子的心，进展如何了？我没见着世子。废物！倒是我近日因为铺子定金的事着了虎切，妹妹别见怪。我这还有件事让你去办。这只金钗里藏了致幻散，只要戴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便会状似疯癫，当众解衣。不，二姐姐，若是大姐姐发现了，定会……别忘了你弟弟的命还捏着我手中。这就对了，我可是好心帮你啊。你想，等除掉了沈桑宁，届时你又得了世子的宠，我们姐妹二人同在国姑府享福，岂不美哉？哼，狐妹子，等除了沈桑宁，我岂会容你在府中？你也是死路一条。小姐，我按你的吩咐，将店铺抢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妙仪小姐为了抢先我们一步，果然用嫁妆付了定金。沈雨落那边呢？他和二少爷趁妙仪小姐无暇顾及内宅，这些日子偷着睡一起去了。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走吧，是时候收网了。长姐要出门吗？雨落，有事？这几日承蒙长姐照拂，雨落无以为报。这是我来之前姨娘给的首饰，不值什么钱，长姐不要嫌弃。三妹啊三妹，你虽可怜，但助纣为虐，就别怪我狠心了。你有心了。好看吗？好看，那雨落先去练舞了。沈桑宁，我今天就要你身败名裂！儿媳方才打院门口过，瞧见姐姐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眼神直愣愣的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还不停地脱衣。什么？媳妇心里实在害怕，又不敢贸然惊扰，只好请母亲来看看。等老太婆眼瞧见她失态疯癫，这管家的权柄，她还能握得住吗？到那时，她的权和钱还不都是我的？
看什么？还不回避！母亲，姐姐如此失仪，何府禁制，如何能当世子妃呢？母亲怎么过来了？还有二弟妹，今日倒是清闲。怎么是你？赶紧找个腿脚快、嘴严实的小厮，把这只钗子送回去。他现在趁沈妙仪没时间管他，定会去找裴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要晚些才归吗？此案事办得顺利，提早回来了。怎么，你不希望见到我？不是，来的正好，快帮我个忙。我出现在自己院落里，很奇怪吗？二弟妹这话，倒是让人费解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方才我明明听见姐姐说要脱衣，担心姐姐出事，才急忙来看看。你们在里头折腾什么？大白天的，竟传出这种不害臊的话！还能折腾什么？桑宁一心想开花样成衣铺，非拉着我试穿她新设计的成衣，说要看看男子穿的样式合不合手。也不能前世啊！母亲，二弟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方才与我说，桑宁疯疯癫癫，当众解衣。母亲息怒，我也是听旁人说的，并非有意造谣，只是担心姐姐才……哦，听谁说的？敢传出这样的妄言，必要好好处置。是沈雨落。母亲，都怪雨落乱嚼舌痕，我这便与他对峙。沈雨落定不敢供出我来。今儿怎么敢约在这儿？不怕妙仪瞧见？二姐姐现在正忙着斗长姐呢，哪有功夫管我？再说了，二姐夫难道不喜欢这样偷偷摸摸的滋味？我怎么听着是裴彻的声音？二姐夫，你就不怕被人撞见？方才路过的园丁，脚步声离得可近了。怕什么？这后花园僻静得很。再者，有雨落妹妹这般妙人相伴，就算被撞见，也值了。二姐姐总想着让我讨好世子，却不知我心里真正倾慕的是二姐夫你这般洒脱不羁的性子。你这小妖精，倒是比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有趣多了。那二姐姐往后可要多疼痛我。敢背着我在这苟活！二姐姐，二姐姐，发什么疯？松手！你搂着这个贱人在这里苟且，倒说我发什么疯？松手！够了！当着满府下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妹妹，前几日你还亲口劝我大度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容不下雨落妹妹了？这就是雨落妹妹送我那只金钗，就这么被扔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钗子怎么又回来了？母亲，你听我解释。闭嘴！光天化日，衣衫不整，国公府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赏鱼宴3日后便至，届时满城贵眷登门，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母亲，事已至此，不如让妙仪妹妹给她备份嫁妆，让二弟纳了便是。他勾引二爷，你竟然还想让我给他备嫁妆，我不同意。再说了，这小贱，他可是只给世子的，若入了二房，传出去兄弟争女人，岂不被人耻笑？母亲，雨落妹妹虽只给了世子，可消息从未传开，对外就说两家早有此意。况且今日之事，两人想必早已互相倾心，又何必拆散了一对鸳鸯呢？老夫人，救我！住口！事关我国公府声誉，岂容你拈酸吃醋？你倒是个能成事的，就这么办。夫人，
嫁妆你先拿自己的垫上，回头我补给你。我哪有钱给他？我的嫁妆已拿去垫付柳烟巷那间铺子的租金了。柳烟巷那条街冷清偏僻，你竟想在那儿做生意，蠢货！是你，你故意将我调走，给他们见面的机会，还设局让我去争那间破铺子。你终于聪明了一回，可惜太晚了。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明白了，难道是我逼着他们在一起的？况且世子已经在城东给我租好铺子了，我为何还要多此一举？真是好手段啊，沈桑宁，我竟小瞧你了。行了，沈雨落日后就安置在裴彻院里，都散了吧。现在钱没了，铺子也开不成，还得给你们这对狗男女张罗婚事，你们对得起我吗？自己没脑子，还怨得着别人。沈雨落，等裴如懂死了，我让你跪下来求我。给岳母上炷香吧。谢谢你，我那么气你，你负气离开，居然还是在忙我的事儿。你一早便知沈雨落是个为了攀附权贵无底线之人，所以见他第一刻起就在计划今天的局面了，对吗？那你现在不气了吧？你们是不是忘记这儿还有个人了？这是我年轻时云游结识的朋友，今天岳母牌位入祠，特意请他来做法事。二位无缘。什么？这位夫人的面相上写着，你永远不会爱上世子。你还会看面相？此话何解？唉，贫道道行浅，只瞧得出世子越是靠近，夫人越往后退，退到无处可退时，恐有生死大劫。他算得这么准，竟能看出裴如环活不长。让你探话，谁让你拿死吓他了？倒也不是无解，只是劝二位趁情未至深处早散早保命。我们竟是这般结局。既如此，我明日便写一封和离书，不拖累你。别啊！谁说我不会爱上你？哎呀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因为你活不长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曾做过一个很真很真的梦，梦里你年纪轻轻就死了。所以你疏远我，是怕我会早死？因为每次靠近你，就会想起那个梦，所以我不敢喜欢你，怕动了心，到头来还是留不住。若我跟你保证，从今往后我会珍重自身，好好活着，你可愿试着走近我？他为我做了那么多，就算为了报答，也不该再把他往外推了。对了，3日后的赏鱼宴，各府贵女都要来，是我宣传成衣铺的好机会，你能不能再帮个我忙？怎么这个时候还想着生意？好，既然夫人开口了，为夫自然不会推辞。表妹这身云锦真好看，要把所有贵女都比过去。这是太后娘娘赏的，非说这颜色衬我，但我嫌她太老气了。表妹年轻，
什么颜色压不住？不像有些人一天换一身，挥霍无度不说，嫁给世子也不安分，到处抛头露面做买卖，有辱世子之名。沈桑宁，我看你能不能在嚣张跋扈的于绵绵手里讨到好处。你就是如言表哥的正妻，那个商贾之女。来了。于绵绵本是于家收养的义女，因得太后眼缘，在于家颇受宠爱。前世她是世子的忠实佣，看不上沈妙仪，没少给她苦头吃。看来今日沈妙仪想利用她给我难堪了。是我表妹，你也坐吧。商贾之女也配做我表嫂？你会什么？算账还是拨算盘？茶七分满，刚好是个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聋啦？表妹方才不是问话，而是直接下断论。既是论乱，便无需回答。你小孩子脾性，我还治不了你。绵绵，不得无礼。表哥这衣裳真好看，哪个裁缝做的？这么有眼光。你嫂嫂亲自裁剪的。瞧那袖口，跟世子夫人裙摆的滚边是一样的，腰间的襟环也似是换着戴的一样。世子爷哪是来赏鱼的，分明是来秀恩人的。表妹别往心里去，新婚嘛，总要做做样子。论亲疏，你才是他嫡亲的表妹，岂是一个商贾之女能比的？这两身衣裳针脚细密，纹样也别致，都是你亲自做的。表妹喜欢？还行吧，比旁人的顺眼一点，不算太俗气。本想宴后单独送给表妹，既然你不嫌弃，现在试试，也好让我看看合不合身。给你个面子。若是不合身，我可要找你重改。沈桑宁这是借着于人眠的侍候，在贵女圈里彰显自己的手艺，分明是想踩着我出风头。哼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太好看了！尺寸可还舒服？若觉得哪里松了或紧了，尽管告诉我。没想到你竟还这般心灵手巧，比那些专门的绣娘做的还要合心意。好看是好看，可我听说这是要往外卖的款式。表妹何等金贵身份，怎好与市井妇人穿一样的？传出去了，岂不委屈了表妹？沈桑宁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得罪了于绵绵，又坏了成衣铺的名声。姐姐莫怪，我只是替表妹委屈，毕竟表妹可深受太后娘娘喜爱呢。所穿所用，哪样不是最好的？是啊，表妹得太后宠爱，满京贵女，谁不以她为表率？二弟妹忘了，去年宫宴，你不也曾经因为表妹裳好看，非要裁件一模一样的吗？还有这事儿？想借刀杀人，这回我让你搬起石头打自己。究竟是你把自己抬得太高，还是想让所有人觉得绵绵专横野蛮？你少挑拨离间，我才没有这么想。你穿是因为喜欢，旁人想要一样的，是因为看你穿的好看。
你引领着大家的目光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嫂嫂，我收回方才的话，不是你配不上表哥，你这么温柔能干，是他高攀了。你今日这身衣裳也是仿照我去年那身七彩云间裙吧？是啊，我是觉得表妹眼光好才效仿的，不是沈桑宁说的那般。哼，你也配？以后我穿过的你都不许穿，否则我见一次减一次。你怎么如此任性乖装？还有没有规矩？你方才不正想利用我的任性对付长嫂吗？我是任性，可不傻。这儿这么热闹啊！我没钱了，给我支个500两。一来就是要钱。我今日被人如此羞辱，你替我说过一个字吗？啊？你别惹他不就好了？再说，不是你自己夸海口说要做生意养我的吗？你若护我一回，我给你1000两。当真？要我怎么做？我要你把沈桑宁推进湖里。我一个大男人做这种阴私算计的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再说了，若是兄长知道了，铁定饶不了我。就因为你太没用，才会一直不受重视，连母亲都懒得看你一眼。钱你还想不想要了？不想一辈子窝囊下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长嫂，方才就瞧着兄长这身暗纹成衣精致的锦，不知能不能给弟弟也做一件？二弟若喜欢，我改日让紫菱挑料子送到你院中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现在就……没事吧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到底还能干什么？果然是他指使的。沈桑宁，你趁人之危，我不会水，裴彻，救我！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记忆？你怎么还没去上朝？早安文，从今日起，每日上朝前，我都要。谁答应你了？你忘了？你亲口说要试着走近我，所以这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。还是说你想反悔？没反悔。走了，等我回来。好。既然已这般亲密了，那圆房的日子应该也快了吧？你若能长久活着，该多好！我在说什么？不会真喜欢？长嫂，你在吗？二弟，这一大早你怎么来了？昨日赏鱼宴，险些害长嫂落水，
是我不对，所以今日特来赔罪。还望长嫂收下，全当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。这不是他前世送我的那只簪子？难道他全记起来了？嫂嫂有没有觉得这只簪子眼熟？他果然都记起来了，可凭这只破簪子就想唤醒我，可惜我对你送的东西从未有过兴趣。这簪子你拿回去吧。它不是普通簪子，桑宁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放肆！我是你长嫂，你怎敢直呼我名讳？什么长嫂？你是我妻子，是我陪彻的人。你忘了吗？上一世，你为我操持家业，为我疏通关系，助我一步步成为大将军。我警告你，你若再不走，我定会让你在京城永远抬不起头。你现在对我这般绝情，是因为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多喜。桑宁，这辈子我娶错了人，过得很不好，回到我身边吧，好吗？有你在，我一定可以再成功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放手。桑宁，你会懂的。等你全部想起来，一定会记得有多爱我。我爱的是裴如烟，只有他一个夫君。你若再不放手，我便要……我不信，你只能爱我，哪怕你现在恨我入骨，我也要让你想起来。滚开！怎么样？他有没有伤到你？我没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一会儿说。你活腻了，她是你嫂子。兄长来的正好，有些事你最该知道，也最该放手。看来是我平日太纵容你，以至于如此不分尊卑伦常。来人，把他押去祠堂，我晚些找你算账。夫君，你为何又回来了？绵绵差人送了一封契约书过来，说是想跟你一起开成衣铺。太好了，有了绵绵的助力，我又能多雇几个伙计了。裴彻为何突然来纠缠你？还有，他说的那些话，什么意思？谁知道他发什么疯？许是昨儿落水撞到头了吧？胡言乱语的。是吗？我并不是怀疑你跟他有什么。我知道，但有些事还没到能说的时候。
若告诉他真相，前世之说过于荒唐，他会不会听完，觉得我在玩弄他们两兄弟？好，你若不想说，我不逼你。但有些事，我不希望从别人嘴里听到。裴彻如今得不到沈妙仪的助力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不能太被动了，还是要想个办法，让他对我彻底死心。什么？沈桑宁和裴彻勾搭上了？哼，你莫不是想骗我去找沈桑宁对峙，你好坐山观虎斗吧？不瞒二姐姐，赏鱼宴过后，二爷便不常来我院子了。我也是今儿才从下人们嘴里听说的此事，若不经过确认，断不敢来跟二姐姐说的。我要去找婆母，状告沈桑宁那个小贱人勾引他人丈夫。二姐姐，之前中了沈桑宁那么多计，这次我不能急。打蛇打7寸，想要一击致命，就得等待时机。小姐，您吩咐的事情都办妥了，雨落小姐把消息告诉了二夫人，二夫人气得脸都绿了呢。沈雨落这颗棋子倒是痛心，我知你弟弟在他手上，我也知你想摆脱他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小姐，我们是不是要防备起来？防备什么？说来也怪，依着妙仪小姐的脾气，知道自家夫君对您起了心思，怎么也得闹一场吧。可这都多少天了，愣是没中情，我怕他们憋出个大招来。对啊，不必，我已有法子。小姐已经有主意了，难道我们今日来此也是计划中的一环？你别怕，我不会再对你那般无礼。我只是想起这条街尾有家很好吃的点心铺子，想邀你一起尝尝，就当是给你赔礼了。可我是你长嫂，就我们2个人，就一小会儿，尝完点心立马就走，不会有人看到的。沈妙仪多疑，知道我和裴彻走得近，一定会派人暗中跟踪他。好吧，既然二弟盛情，那就去尝尝吧。这是裴彻最爱吃的点心铺子，前世为哄他认真习武，我几乎天天来买。这个酥饼是店里的招牌，你尝尝。好。再尝尝这个，特别甜。兄长，这糕点太甜了，你长嫂最讨厌腻味的东西。之前总见你喝桂花茶，那这个桂花味的糕点，你应该喜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这是生气了？尝尝。香味淡淡的，刚刚好。确实不错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他这是糗了。兄长别得意的太早，你们现在的关系不过是一时的。等他想起我们经历的一切，就会知道他爱的人自始至终只有我。
经历的一切，到时候该退出的人就是兄长了。就凭你，收起你烟撒的心思，有我在，你休想越雷池半步。否则，我不介意亲手废了你，好让你知道什么叫伦理纲常。裴如眼对他做了什么？他有那么好看吗？啊！世子，不去书房处理公务了。少给我转移注意力，桑宁，这次你真的惹到我了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！怎么回事？平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，今天怎么亲得这么狠？你如何解释？什么解释？我知道了，你替我看裴彻是吧？我只是好奇他为何突然倒下罢了，他可没你半分好看。不是这个，他说的那些话是何意？你们经历了什么？你不是答应过不逼我吗？从我跟你成婚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在等你心甘情愿走向我，所以任何事我都不会逼你。但现在，我为何会如此生气？仿佛他曾经不属于我般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惑，疑惑我为何今日主动走近他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对他没有任何心思。我只是什么？裴彻所行卑劣龌龊，我知你心中气愤难当，但你是他兄长，若因我的事让你们兄弟同室操戈，婆婆该多难过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解决的法子，只是计划还在进行中，暂且保密。对我也不能说。吃醋啦？古人云烈女怕缠郎，我是担心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哦，难怪你刚才亲我亲得那么用力，难道也想当缠郎？被我说中了。没有。有。说了没有？那你看着我说话。所以，你到底吃不吃死缠烂打这一套？吃啊，但要分人。你的话可以，别人都不行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有一点点心悦我了？不止一点点。桑尼，我守了多年的原则，在你面前已经溃不成军，恐怕不能再跟你循序渐进了。
你怎么这么早就要出门了？之前没告诉过你，10几年前圣上微服南巡，曾在宫外与一名女子诞下一女，后来遭遇寒灾，圣上回宫再也没见过他们。皇上命我拿此信物四处寻人呢，但还不确定人在京城何处，所以接下来要着重调查京城所有无户籍的女子。没有户籍的女子，裴创的性子定会死缠烂打，或许这是处理他的绝佳机会。我知道几处隐蔽的地方，你可以着重搜一下。你这玉坠甚是精致，以前怎的没见你戴过？这是我母亲死前留给我的，好看吧？嫂嫂，你设计的这些衣裳虽好看，就是缺点风情。风情？是啊，你看我平时穿的多大胆，这才是受贵女追捧的真正原因。我想起一个地方，那里女子的穿着最是大胆。咱们若是能去取经，定能事半功倍。还有这种地方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吧。大小姐，您要的糕点买来了，给二公子送去吧。给他？他前些日子怎么对你的？你忘了？况且我今儿来的时候，正好跟他走了个对头。他出门了，去了也是白去。就是要等他不在的时候送。你们主仆二人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啊？这盒点心明面上虽是送给裴彻的，但实际上是要给沈妙仪看的。虽然不知道嫂嫂有什么计划，但一定是场好戏。好啦，我们快走吧，我还想去那个厉害地方看看呢。你在做什么？夫人，手里拿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奴婢走错院子了。你是世子夫人身边的大丫鬟，会走错到我这儿来唬谁呢？拿来！二夫人，您不能打开，这是世子夫人送给二公子的。让你拿来！桃子酥饼。桃子酥饼。什么？桑宁喜欢，我喜欢。不要脸的奸夫淫妇，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，当我死了？二姐姐出事了。你看清楚了？当然，她乔装打扮，鬼鬼祟祟往南城去，不是惠二爷还能是谁？二姐姐，眼下就是扳倒大姐最好的时机啊！二爷今早出门，说去南城温书，好你们奸夫淫妇，可让我抓着了！走，去找老夫人，这一回定要让那个贱人身败名裂！云梦楼，这就是他们苟且的地方。
母亲，是二爷，怎会如此？桑宁断不能是这种人，母亲还等什么？叔嫂同见，竟如此欺我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走，进去看看情况。哎呦喂，今儿个是什么风？女人？刚才进来的那两人在哪儿？几位，咱们这儿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，可没有接待女人的规矩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儿是青楼，只接男客。几位夫人，请回吧。青楼？你带我来捉奸，就是这？母亲，正因为是青楼，才更可疑。谁会想到一个女人来这种地方？说不定是他们掩人耳目的招数。二姐姐说的对，沈桑宁肯定在里面。给我搜！为什么老天要如此激怒我？桑宁，不要离开我！裴彻，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个滚猪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样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，却背着我跟旁人苟且。发什么疯？老子做什么轮得到你一个内宅夫人管？那我这个内宅妇人可管得了你？母亲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彻儿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母亲息怒，我就是读书太辛苦，妙仪又处处相逼，我实在难以招架，这才……当初沈桑宁逼你练武的时候，你怎么就那么听话？他人呢？奸夫淫妇！沈桑宁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沈清玉是我老婆，你的夫人疯了！母亲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背着我苟且，小姐！我和二弟，妹妹莫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二表哥可是来找乐子的，跟我们不是一路，何来狗血一说？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回母亲，我和绵绵是来为成衣铺找灵感的。你少糊弄人！你的成衣铺是开给良家百姓的，会来这种地方找灵感？我们看的是这些姑娘的衣着款式、面料裁剪。你看她们这身段，这衣襟的弧度，哪一样不是巧思？对啊，我嫂嫂是要让良家女子也能穿出风情，又不是让她们来这儿工作。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你们，这就是你说的桑宁勾引裴彻？什么？妙仪妹妹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这般编排我？原来是误会啊！可二姐姐喊打喊杀的，笃定大姐姐跟二爷私通似的。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明明是你和我说的。妾身没有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脸吗？要不，你来解释一下。若说我是重生的，没人会信；但若说我想要桑宁，那更是找死。都在，正好。
衍，你怎么来了？母亲，儿子办差事时查封了一处宅子，这5位都是在宅子里找到的，没有户籍。审问之下，说是2弟养的外室，特来确认。还有，二爷，您说好给我们上户籍的，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二爷，我肚子里可怀着您的骨肉啊！您说过又让的赏与你们要让我进府的，你究竟用我的银子养着多少女人？好你个裴彻，逛青楼还不够，还在外头养外室，一养就是5个。母亲，此事虽不会定罪，但传出去对国公府名声不好。5位女子送荆州府，二弟如何处置？您定夺。裴彻从今日起滚去关外寒山苦读，考不出名堂，永远不许回国公府。母亲饶命！那地方冰天雪地，去了会死人的。那就死在外面，省得丢我国公府的脸。桑宁，你帮我说说话。她是你长嫂。你不是我的桑宁，我的桑宁不会这般对我。你编排姐姐随意打骂下人，哪儿还有半分侯府夫人风范？以后不准离开院子半步。都回府吧。我把他们藏得那么隐蔽，裴如眼为何这般容易找到？是啊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裴彻养了外室，裴如眼如何精准找到？除非沈桑宁也是重生的。爽！日后若还要试衣，就交给丫鬟和绵绵吧，他们都没常看，不会有人吃醋。就穿这一次。况且我和绵绵想的一样，女子穿什么衣裳本就不该受束缚。若有人因此起了歹心，该惩治的是那些起了歹心的人。那夫妻之间起了歹心，也要惩治吗？要。但我甘愿被夫人惩治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突然有点反胃。来人，请郎中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这是喜脉。我怀孕了。好，老天保佑，我宁国公府有后了。这个贱人居然有些身孕了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生下子嗣，否则这爵位就轮不到裴彻了。那我坚守在这裴府还有什么意义？世子，有人在城外发现了公主的消息，圣上有令，需即刻出城。去吧，正事要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这几日你回家住几天吧。母亲为何突然让我走？车儿被送走后，雨落也回了娘家。我这几日也要照看桑宁，难免冷落了你。你一个人在这儿，不如回家陪陪父母。老太婆这是防着我呢，分明是怕我在这儿会害沈桑宁腹中的胎儿吧。欺人太甚，哪有把儿子赶走再把儿媳赶回家的道理？我女儿哪里比不上那个贱人？现在最要紧的是绝不能让沈桑宁的孩子承袭爵位。若他得了侯府，我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
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前日我听你父亲说，皇上正在寻找丢失多年的公主。娘，不可！且不说我是父亲的女儿，冒充公主可是死罪啊！怕什么？若你能继承侯府硕大家财，你父亲定会同意的。况且你若当了公主，他还能升官进爵呢。娘打算怎么做？什么？让妙仪去与圣上认亲？老爷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可是，这万一被发现是假的？传闻公主和她生母早在10几年前就死于鹤灾了。若我们放出假消息，妙仪就是公主，有谁能证明是假的呢？对，富贵险中求。若妙仪成了公主，别说整个裴府的家财归我们，往后我也是皇亲国戚了。裴如言已经奉命寻公主下落，我可趁此机会放出假消息，届时再托关系从宫中买公主的生辰八字和信物，一切便成了。爹娘，可沈桑宁知道我所有的事，就算我认了公主身份，他也会想办法拆穿我。当我沈家前程，那就让他永远开不了嘴。司令，司令，小姐，怎么了？什么时辰了？子时了。子时，不是说好子时前回来吗？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15。前世他就是今天死的。小姐要做什么？你还有身孕，不要乱动啊！这一世许多事情改变了，那是不是他的命运也……夫人，世子在城中街道中了埋伏，生死未卜。裴如环，裴如环！你不是裴如贤。他当然不是，不然怎么骗你出来呢？你想杀我，是又如何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也重生了。你拼了命怀上裴如眼的孩子，不就是想等他死后承袭爵位，安稳过完后半生吗？可我偏不让你如愿。沈媚仪，从小到大父亲都偏心你，上辈子你要换亲便换亲，这辈子嫁给裴太公也是你选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我就是不满足，凭什么你是嫡，我是庶？即便我姨娘上位，仍旧摆脱不了庶女身份被人嘲笑。前世我好不容易嫁给世子，偏偏碰都不碰我，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得不到他一丝怜爱，而你呢？凭什么？所以你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杀我，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快立即杀了他！裴如言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是人是鬼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被我埋伏杀了吗？你受伤了。我回城时中了埋伏，多亏你当初为我穿上软甲，
这才逃过一劫。这是圣上命你查案，你出门在外甚是凶险，穿上这个稳妥些。只是查公主下落而已，何来凶险？让你穿就穿，怎的这般啰嗦？他逃过此劫，应该不会再死了吧？自己受伤怎么还跑过来？就不怕也是埋伏？我知道，知道你还来？你是我妻子，是我孩子的母亲。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原来你一直不肯告诉我你的事，是因为重生的秘密。他听到了。你要孩子，是为了爵位。无碍，我不怨你。重生也好，今世也罢，你总归是我的妻子。孩子可好？你不生气？为何要生气？你有你的立场，我不强求。不是的，其实我……好一对浓情蜜意的鸳鸯，这么恩爱，那就送你们一起上黄泉路！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他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以为世子会毫无准备的离开吗？什么意思？世子早就猜到你心思歹毒，所以走之前，特意给我留了一对身手最好的精兵。就算他逃过埋伏又怎么样？他受了重伤，今晚必须死。前世就是这样，你知道的。他是个短命鬼。闭嘴！他不会死，我来了就不会让他死。是他。你受伤了？别动，躺着。你怎么样了？无碍，倒是你，忽然昏迷不醒，吓得所有人不敢合眼。怎么又哭了？大夫说了，没伤及要害。歇息几日便好。我还以为你……夫人不是说了，你来了，定会让我活下去。这都是唬沈妙仪的，我怕你真的死了。桑宁，可是在说你心里有我？这还用说吗？你是我夫君，是我孩子的父亲。我其实早就什么？早就喜欢你，满意了吧？桑宁，你的担忧和顾虑我都懂，我跟你郑重承诺，从今往后，我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也会好好珍惜我这条命，再也不让你害怕。裴世子，圣上手谕，即刻释放公主沈妙仪。沈妙仪是公主？圣旨何在？妙仪乃朕失散多年的公主，着国公府即刻释放，若有半分怠慢，以藐视皇亲罪抄家问斩。
亲，母亲。公主如今是金枝玉叶，臣可担不起这声父亲。父皇，女儿妙迟见过父皇。好孩子，朕总算找到你了。说起来，此事沈爱卿居功甚伟，若非他向宗人府提供你的生辰八字和信物，朕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在身边。求父皇为儿臣做主啊！裴如燕夫妇知道儿臣身份后，怕虐待我的事情传出去，便在昨夜设下埋伏。若不是儿臣命大，早就死在他们刀下了。世子夫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怜的妙仪呀，若非皇室护佑，恐怕早已死于非命。不可能，沈妙仪出生在沈家，怎么可能是皇家血脉？来人啊，将裴世子和世子夫人拿下！公主不在朕身边长大，本就委屈了她。如今有人胆敢谋害公主，朕岂能轻饶？妙仪，你想如何处置他们？本公主受的委屈，自然要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来人，先把她肚子里的孽种给我打烂！裴如言，你要造反！圣上偏听偏信，还要当面对臣的妻子用刑，臣反了又如何？好一个反了又如何？来人，裴世子谋逆造反，格杀勿滥！慢着，圣上，臣女有话要说。敢问圣上，如何断定沈妙仪就是公主？这是妙仪公主的生辰八字和信物。说来也巧，10年前臣南下赈灾，路遇一对快要饿死的母女，臣喂了他们一些水后，妇人不幸离世。临终前，妇人托付幼女给微臣。这些年，那幼女一直养在我沈府，取名妙仪。如今得知圣上寻人，才清楚她便是圣人骨血呀。苍天有眼，圣人恩德深厚，这才让您与妙仪公主复得相见。这玉坠正是朕当年送给妙仪母亲的定情信物，爽强才是。这是我母亲死前留给我的，好看吧？陛下，它是假的，我知道真的公主在何处。嫂嫂，你叫我来，是不是又有新奇好玩的啦？臣女叩见皇上。绵绵，我记得你说身上的玉坠是你生母留下的。陛下对比2块玉坠，便清楚孰真孰假了。这是朕当年亲手刻的，世上仅此一对。你母亲可是姓微生，名为若若。孩子，你母亲葬在何处？孩子，我是你父皇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戏弄朕！你如何知道沈家那块玉坠是假的？沈家提供的玉坠明显不是旧物，质地也非上乘。而绵绵身上的玉坠我曾见过，不论其雕工还是花纹，皆出自御用工匠之手。娘子果真聪明。去死吧！传朕旨意，沈毅和柳氏欺君罔上，
就地正法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妙仪同流合污，打入天牢，择日严审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笑什么笑？你刚才拔刀造反之事，朕还没追究。不过，裴爱卿为朕找回公主，此事将功抵过了。多谢陛下，陛下英明。世子夫人聪慧过人，听说还与朕的公主合伙做买卖。公主才思敏捷，与公主合伙是臣妇的荣幸。你就别拍马屁了，你们夫妇罢了。今日你们立下大功，朕便加赏裴爱卿为1等国公，世子夫人为1品诰命夫人，如何？谢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前世今生，兜兜转转，我又成了诰命夫人。怎么，来看我笑话吗？是啊，你少得意，你能得到这一切不过是命好罢了。若没有旁人帮你，现在在牢里的人就是你。我的命是我一寸一寸挣来的，而你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都把心思用在了算计我、害我上，却没为自己活过一天，这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笑话。你胡说！我也曾想开铺子，是你摆了我一刀，害我钱财散尽。我也曾想给裴彻打通官路，但偏偏他不争气。我还想当公主，可根本就是假的。天道不公，我能怎么办？你开铺子的方法是试图断我的路，给裴楚打通官路，却只是给钱而已。至于公主，我前世也不认识她，不照样把日子过好了？雨落都活得比你清醒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入狱后，他卷走你所有的钱财，带着他姨娘和弟弟远走高飞了。那个贱人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，都不得好死，都不得好死！不借他人之光，不靠他人救赎。我们女人啊，做自己命运的主宰，才能活得漂亮。锦绣庄第17家铺子开张了，大家里面请呀！是吧？娘亲，慧儿，不是叫你在家等娘亲吗？慧儿说想娘娘了，我也想娘子了。买卖总有忙不完的，不如先回家。回家做什么？慧儿说想要弟弟，我们再生一个。大白天的说什么混话？阿爹阿娘，羞羞。